我係藝谷 Art Valley 嘅 Project Manager，我係 Keith， 亦都係今次芳華預感香港華服文化展2025暨第一屆香港漢服小姐選舉嘅監製。今次我哋好開心啦，可以邀請到香港嶺南派水墨畫大師啦何百里先生同埋伍月柳女士去授權俾我哋用佢哋嘅經典畫作啦，去製作成一個大型嘅拍照打卡點，俾我哋嘅觀眾着住漢服有一個沉浸式體驗㗎。今次同時舉辦咗第一屆香港漢服小姐選舉啦。咁今次我哋都聯繫咗啦，喺香港漢服圈好活躍亦都非常之專業嘅漢服組織啦，同我哋一齊去舉辦呢一次嘅盛事㗎。邀請到喺漢服界同埋粵劇界都好出名嘅天雅老師去擔任我哋嘅體態指導顧問㗎。現時漢服存貨量最多之一嘅漢服體驗館上宮漢服啦。另外仲有漢服香港啦，同埋日月餅乾雙子工作室㗎。5月30至6月2日，芳華預感香港華服文化展2025暨第一屆香港漢服小姐選舉亞洲國際博覽館，敬請期待。Art Valley